今天我们跟各位来报告，连畜生念佛都可以往生的。佛的慈悲是平等的，而且无缘佛界，不管对象，不管地点，他必须一定要救度念佛的人。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承诺。民国9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张抽仙居士以雄雌2只鹅送到昆明云栖寺放生，西引和尚就为这2只鹅皈依啊，他们2只鹅都俯首静听啊。从此以后，白天在湖里戏水，晚上就守山门呐。每天早晚做功课的时候，就随着大众上大殿呐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一直看着佛，眼睛连眨一下都不想要。听到有念诵，他就慢慢听；如果听到念佛，就高声叫，也跟着念佛。绕佛的时候，他也随大众来绕。久而久之，保持那种规矩，从来不改变。看到这2只鹅，大家都非常欢喜。经过3年呐，有一天，雌的鹅呢，忽然在大殿门前绕3圈，就头抬起来，一直盯着佛看，叫了几声了，结果就过世了。这只鹅就往生了。但是它的毛仍然保持非常的亮丽，里头的法师就用木盒把它埋葬。这个雄鹅晚上一直不停的啼哭，它非常的怀念母鹅，它不去洗澡，也不吃饭，非常的悲苦啊，很痛苦。仍然每日上殿，像以前一样观佛，没有退转。维罗斯看到他憔悴，就用磬打了一下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失去你的同伴，非常痛苦。既然知道能够观佛，你应该要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不要再贪念这个痛苦烦恼的身体。大众祝你念佛，你就好好的听。大家帮他念了几十声以后，这一只雄鹅脖子突然伸长，然后很恭敬的礼佛。他又站起来绕佛3匝，然后振翅，脚缩起来，就突然间往生了。后来他们以小的木头盒子把它收敛起来，2个鹅共同在一个坟墓。这个在西引老和尚的脸谱里面有详细记载这一段内容。2只鹅因为有善根，跟着大家做早晚课，也都同时念佛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很顺利的往生。我们深深的体会到，一个畜生因为念佛拜佛，结果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。我们人更应该要珍惜自己，好好的念佛，发愿往生，佛绝对不会辜负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们到了西方，6道轮回的所有罪业完全化消了，我们就非常的幸福、安乐、自在。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自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